以前攞住10萬蚊上深圳呢邊買套樓，我肯定會講發夢都未輪到你啊！咁而家攞住10萬蚊咧上深圳呢邊買套樓，我可以幫你夢想成真啊！咁呢套樓咧仲係精裝修現樓咁樣交付，關鍵係咩？仲係70年產權住宅嚟嘅喎。咁樓下咧都會有呢個地鐵啦，有商場啦，有公園嘅。廢話唔多講啦，我哋一齊上去睇睇先。哇！呢啲景觀都值翻回票價啦，係咪先？喂，買翻嚟退休養老度假真係舒服到痹啊！呢套單位咧85方做到3房2廳2個衛生間嘅，並且就係精裝修現樓咁嘅交付，所以冇任何一個風險嘅。睇到咪呢吊頂天花風管機全部都係做好晒送俾你嘅。咁呢個一整面嘅鞋櫃位啊，收納空間全部送。咁廚房位置咧設計成 U 型，並且係大窗嘅。廚房嘅3件套都係呢個西門節，都係送俾你嘅。下嚟30分鐘到咧就翻到呢個福田口岸啊、羅湖口岸噶。咁佢樓下咧都會有呢個地鐵站啦，有埋呢個商場，有埋呢個公園嘅啦，以及仲有埋呢個高爾夫球場先。最誇張係咩啊？呢個小區仲有呢個足球場、羽毛球場、籃球場、健身室、會所呢全部都有嘅。咁最後咧就嚟到主人套房呢個位置，有咩乾濕分離洗手間、衣帽間啊、咩床頭櫃啊、2米大床，呢啲都不值得一提啦。值得一提嘅就係呢啲景觀，日日瞓醒覺望住咁靚嘅景觀，唔知你哋係中唔中意呢？嗱，大家覺得呢套單位點樣呢？